台湾心看世界来关心国外的消息，美国媒体能报道讲啊，美国总统拜登将会伫美国时间2月，也就是明仔载，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电话。北京的国安官员科比讲啊，谈话内容包括印太地区、南海、乌克兰加俄罗斯战争，还有台湾的局势。外国媒体报道讲，美国众议院这议员，这个麦考尔表示讲啊，这个佩洛西已经邀请伊甲部分的议员访问台湾。外国媒体估计，这一团8月初会先去日本，挨到安倍，若是访问台湾，是亚洲之行的其中一站。伊毋过北京无就这个佩洛西出访的计划做声明。两岸政策协会理事长谭耀南认为讲，这真有可能是要和佩洛西做乌面的，拜登做白面的。外国媒体报道，美国总统拜登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8号举办两人第5摆谈话。北京官员讲，台湾的议题会是重点。Clearly, we would expect that the tensions over Taiwan would be on the agenda. We continue to not want to see cross-strait issues or tensions resolved unilaterally, and certainly not by force. That there has been rising tensions in and around the Taiwan Strait. 国安官员科比虽无想要讲会谈确定的时间点，不过伊讲台海局势紧张，解放军侵入和中国的唱声直直来，这是无帮助嘛无必要的，因为美国一个中国政策无改变，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敢有要访问台湾，伊家己会做决定。外国媒体报道，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共和党首席议员麦考尔讲，佩洛西已经邀请有的议员同齐做来访问台湾。预计集团8月初去日本吊唁安倍，若是访问台湾，台湾会是其中一站。中国正在准备8月的时候召开北戴河会议，10年底的时候20大，现在看起来不知道是10月。还是11月，10月的机会很高。那么在这个关键的时期，中国的清零政策引起整体的经济形势的严峻和下滑。专家分析，佩洛西若是真正来台湾，中国若真正动用军事行动，对习近平来讲风险真大，因为习近平想要争取第3任期，国内经济和疫情已经真歹棒，若是搁有国际界配嘴烂，后果恐惊得歹收煞。嗨，我是庄宇杰。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？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。